佛陀金句：不以惡報惡，以德報怨，方得止息。喺呢個充滿對立與衝突嘅世界裏面，我哋常常會問：當別人傷害我，我應該點做？佛陀喺法句經中俾咗我哋一個深刻嘅答案：不以惡報惡，以德報怨，方得止息。呢個唔只係智慧嘅話語，更係一種超越仇恨嘅修行之道。仇恨嘅循環從何而止？佛陀指出，仇恨不能止息仇恨，只有慈悲與寬恕，先至能夠真正終止呢場無止境嘅輪迴。當我哋以惡報惡，只係喺度延續痛苦；但當我哋選擇以德報怨，我哋唔只係放過對方，更係放過自己。呢個唔係軟弱，而係一種內在嘅力量。一種嚟自覺醒者嘅勇氣與智慧，呢種力量唔係嚟自外在嘅權勢或語言嘅反擊，而係嚟自一顆清明嘅心，能夠睇穿仇恨嘅本質，不被情緒牽引，不被報復所吞噬。修行嘅實踐從觀照開始。當你喺生活中遇到誤解、批評甚至傷害，試試停落嚟，觀照自己嘅情緒，問問自己：我係咪願意成為嗰個終止仇恨嘅人？呢一刻嘅停頓就係修行嘅開始。你可以選擇唔回應惡意，而係用善意回應世界。呢個唔代表你縱容錯誤，而係你選擇咗更高嘅道路，慈悲與寬容。慈悲唔係對錯嘅模糊，而係對人性嘅理解。寬容唔係逃避衝突，而係對痛苦嘅轉化。當我哋願意以德報怨，我哋唔只係改變咗事件嘅走向，更係改變咗自己內在嘅頻率，讓心靈回歸平靜，轉化痛苦，成為光明嘅種子。每一次傷害都係一次修行嘅機會。我哋可以選擇俾佢成為怨恨嘅種子，亦都可以選擇俾佢成為慈悲嘅養分。當我哋願意以德報怨，我哋唔只係終止咗仇恨嘅延續，更係喺黑暗中點燃咗一盞燈，照亮自己，亦照亮他人。呢一種光唔係耀眼嘅勝利，而係柔和嘅理解；唔係高高在上嘅審判，而係平等嘅接納。總結：以德報怨係一種覺醒。願我哋都能夠喺煩惱中覺醒，喺對立中選擇慈悲。願我哋嘅心如蓮花，出於污泥而不染。願我哋以德報怨，止息仇恨，喺每一個當下走向真正嘅平靜與自由。願你我都能夠成為嗰個終止仇恨嘅人，用善意回應世界，用智慧照亮人生。願你心安如水，行穩如山。多謝收睇。